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大做参吃暗参第一条，参就有加含的意思。像讲我参你去，会当讲我甲你去，我含你去。这里参嘛有同齐加入的意思，像讲参加、参落。另外拜祭，咱讲参见、参拜，也有古早有的字典写这里，读另外一个音，读做心或者是松，就变做药名。像咱讲人参，嘛有人讲人参；海参有人讲海参；高丽参嘛有人讲高丽参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参详，代表讨论、检讨、敲切、打合；第二个词读做贵松松，代表做贵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款物件贵松松，阿朱烦恼开钱买落，会互因人细细念，归去先找因人来参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参，另外还有音读做心或者是松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